天气反热，真侪人会得到山区溪边去耍水，但是气候的变化，真有可能变一场的大雨，溪水就会来涨大水，走都走袂赴。新北市昨日的下晡，撩溪堆倒山的人体力载袂掉，掉伫个溪边，让冰冻者有5个小朋友来渡水，所以消防局嘛特别来传授救渡水甲防渡水的撇步。 逐年热天，拢有发生渡水案件。新北市的山区的溪流真济，消防局甲民间团体每到假日，拢会去到危险的所在去顾。午后雷阵雨有可能导致山上下大雨，导致溪水暴涨，民众就要赶快撤离岸边。只要气象局有发布北部地区大雨特报，也是现场，也是水头有落大雨的情形，就随劝导民众要上岸，维护生命安全。昨日16就发生18人组成一个队伍伫洪河谷附近的寮溪，其中有3个人无体力调咧，免了防范甲救人。 这就真要紧，会记先自保，再来救人，大声喊救，也是通知救援单位，用竹篙也是球、杆仔等等物件救人。若预防渡水的杂招是选合法的耍水的所在，要有救生设备甲救生员，唔通跳水，唔通一个人去耍水，要做暖身了才落水，同时唔通穿牛仔裤耍水。落水时嘛唔通恶作热，身体状况若无好，就唔通耍水。 浸水若浸伤久，有可能会失温。嘛要注意气象的报告，要加强受水的技术。若落水，嘛要保持冷静放松。这要领若会记得做会到，安尼就使加一份保障。